他在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中成功塑造了单纯未起孝先文的王熙凤形象。他还因在越剧谷子老戏《碧玉簪》中李秀英一角的精彩演绎，而获得了神秀英的美名。他就是越剧表演艺术家金派创始人金彩凤。如今，彩凤已随白云去，人间再无神秀英。就让我们在影像中重温越剧一代宗师的艺术风采。大姐，起来！哎呀，好一个妹妹啊！那两个老祖宗生前的外甥女，分明是虐天仙离了红来裳。妹妹来，坐下，你是进来到这里呀？就当作分两几句才话中，这家中就是你家中，要亲要用把最人动，你这委屈告诉我西呀梦。坐下。你们赶快放嫂子，让林姑娘带来的人歇歇去。是。像我们这样的人家，孩子们实成这种心思，叫华人知道，脸上都没有什么光彩。对我倒也罢了，我担心的是宝玉，实像上一位那样的闹起来。哎呀，这倒叫人难了。难倒是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刚才听见的话不准传出去。太下。是。买。要是走漏了风声，当心死了你们的罪。是。依我看，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？今夜了，这两文字调包起，这一个离开到家敲击关，到时红盖头扎是新妹妹。负心人可用子选择小丫鬟，对宝玉这是去的是林妹妹，把真情在前瞒一番，是另外的姑妈老祖宗。人一番，生命人说米饭，保管他小情在犯不了脸，鸳鸯身上喜莫来。
情难过。家平日见我像仇人，吓得我不管去情深恨。像秀英平里还错他，他为我见我像眼中钉，像他这种后心怀，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我不愿家是温水。
本人要祭祀了婆婆老太神。还是那一句好言。想起往日心疼，自从嫁到王家，一向离你走到贫无过处，谁知道这冤家，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真人。想今日乃是我满月之际，你该回追娘家母女团聚。这冤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远嫁而去，远嫁而回，害得我母女痛苦而冤家呀冤家，世界上哪有你这样不通情理呀！我爹娘爱我是珍宝，这冤家他当我路边草，他既这样对待我，我认命这冤家他懂一想。我还是将衣裳藏龙虾。梦想起玉桂之际娘君将我出家之时，我母亲她再三地教导，到了王家要孝顺公婆，敬重丈夫。想今日天气寒冷，我实不与他见面，倘被旁人知道，要骂我秀英离你不正，还要怪我父母养女不教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是哦是好呀。
想起的那是弟弟做大人，母亲你上楼细心报，这道是已将女儿终身许，是郎才女貌皆乱教。这鸟灵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这鸟灵貌也好，他才也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心欢笑谈，希望同房花烛早日呀到。谁知道啊，进了王家是颠倒，我夫妻是受情意少，四出娘胎18载啊，这样的苦楚我是受不了。啊天哪，还是我的娘错配婚，还是我秀英命不好。我儿听着叫了当司机，皆愿加他闻声转斗他，怕他生还人我啥不将衣衫给他是哦，守得到天明。
越剧电影《祥林嫂》由袁老师和我分饰祥林嫂，我还是演前半部。我虽然在60年代拍过毕玉簪的电影，但那是古装戏，风格与《祥林嫂》这部近代戏不一样。这次的人物要更生活化一些。祥林嫂的外景都取自绍兴，我几乎每天都在山上跑上跑下的练习走山路。因为祥林嫂是个山区的妇女，上山下山是很平常的事。如果山路走不好，祥林嫂的形象先就打了折扣。金彩峰，越剧黄金，我与黄沙共此生。收到出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想叫侬嫂嫂嫁出去。嫁出去？我家熬胡老罗啃菜，叫侬哥哥玩渣，还可以叫侬讨老婆。娘想想倒是个好办法，我已经答应了，明天就要来谈啦。明天？娘，你怎么想得出的？亲爹，亲爹，嫂嫂她肯去吗？娘已经答应了，肯也要去，不肯也要去。我告诉嫂嫂去。侬管！侬说就连风声一到嘴了，我打死侬！我还不是多为侬啊，叫侬哥哥还债，叫侬讨老婆呀！我不要！小菊，快告诫，进去！哎呀，快点进去！秀啊，时又不早了，早点困呀。哦。江陵，婆婆说话，你可听到啊？他要卖我到何家？已与老子商量的，明天就要抢康桥。这恶啥事人，我怎么讲？你叫我苦命是我好啊！人说道，有爹有娘有子长，我乃是无爹无娘无一呀套。江陵啊，江陵啊呀，江陵啊，我从小到你家里来，双手不停到今朝，这倒是苦到尽头，终有天啊才知道，你年轻待命将我跑，从此苦命父子帮这指望不是婆婆能到老
那婆婆骂我能受，见我还能，我能啊！那千苦万难我不怕，怕只怕要我去再教。看那张家秀，李家少，与我一般不招摇，俱都是被迫来结婚家呀，却被人冷嘲热讽到今朝。我宁死不忠，再教无功。我只愿他婆婆跟前去哀悼，求婆婆年年善行不卖我，我情愿做牛做马，千斤重担一人挑啊！年婆媳听，他真人将我去卖掉。看来是婆婆她为钱财，只一定终究还是受破了这件一大牢啊！难道是我坐等明天是人当？眼前只有一条路，我不是一时半时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死呢？我不能逃吗？对，我逃，我逃。只有逃，只有逃，宁死不愿再还家。杨双千。
站在阿毛小街上，妈妈看了喜呀喜洋洋啊！阿毛，来，这只信啊，先试试看。啊，来。哟，看你脚打得真快。亲啊好，阿毛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好，脱下来，往右一扎，做好了一起走。亲啊好，阿毛喜欢。亲啊自信当饭，毛毛船长真喜欢。弟弟快了咪咪笑，我妈妈叫我好奶奶。好奶奶，好奶奶。阿毛娘，阿毛娘。姥姥，你怎么？弟弟，弟弟，阿妈，阿毛娘，哎姥姥刚刚昏倒在山沟里了。怎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姥姥伤完病刚好，怎么能让她出去当了你？是呀。姥姥还要好好养养嘞。阿母娘哎，跟俺走来。啊姥姥好好休息啊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不要吓我。不要吓我。哎呀，姥姥，我不是叫你不要去的吗？你看，我不是又好了吗？看你，阿妈，你看爹当了一只狼。弟弟阿毛怕。哎，阿毛不要怕，这是只死狼。哎，怎么成天也会有狼啊？怎么没有？都在山里少看见就是了。啊，阿妈，心啊，怎么只有一张？我与着妈妈住。哦，姥姥，你怎么了？姥姥，没有什么哦，到里面去洗一位吧。啊。我只点人头做给你吃。我出去是已经吃过的人嘛了。哎呀，你也真是，上回正刚好，怎么能吃人的呢？弟弟讲故事，弟弟讲故事。阿毛，来，让弟好好的洗一回，到门口去不头，不要走开啊！啊，我去烧点热的，给你暖暖肚。嗯。阿毛娘，阿毛娘，阿毛弟，阿毛弟，你怎么了？阿毛弟，阿毛娘，快来是上外佛法明波长啊！阿毛弟，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啊！你会好起来的，你会好起来的。阿毛娘，
阿毛娘，阿毛娘你到我家无夜长，不夜光景梦一场。可怜你三层老落到寒冬哎，送早操劳到夜晒干。我一并啊害你上街中，你受苦从不得人家。姥姥，你讲这是做什么呀？指望并肩夫妻同到老，有谁知半途将你劈一旁。阿毛弟，阿毛娘四经离你西归去。姥姥，可也难比四两账，一时杂物意外情，儿是阿毛非成真。福田福地福财年，你莫知怎样度时光阿毛弟。
老罗，我们的阿妈接了，接了，老罗，阿妈接了，接了，老罗。几十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，我究竟演过多少戏，或者说由我担当主角的戏又有多少，我自己也没有仔细算过。可是奇怪，大家一提起金采风，总是连带的想起这3出戏：《盘夫索夫》、《碧玉簪》和《彩楼记》。其中又以盘夫索夫和碧玉簪给人的印象更深一些。相对的说，彩楼记的轰动效应略微差一些，但我个人还是很喜欢演这出戏的。金采风，越剧黄金，我与黄沙共此生。送子。
人言，儿子想儿夫他今可亏呀去，就得功名登金榜，来登梦中转高头。你女儿头戴凤冠身穿雅幡，腰系玉带
人牵两陪家儿，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干疼，是这般恶毒心机太可恨，看来早我功名成就，领取少女再配婚。经过贫菜两小顿，不觉得东方花白天哟，唐元妃你为哪官？外王岳母去送凤还。好，多谢岳母。一边散人，是。灵儿母亲，贤德女儿听娘传，娘子女儿心宏远。哦，你先把你受苦尽富贵，你快走凤凰呀呗母亲娘娘亲你何苦来相劝？娘啊娘，难道你嫌犯之事不放官？可记得我满月之前为娘家，他逼我是才教而去，要才教转。可记得母亲你那日到王家，他尽管岳母我不教，把我还。可记得把在你娘前将儿当收着女儿是福地转，我受过虐令多少下娘啊娘，难道你一点不记怨？并非女儿心肠硬，此事不要你娘多管。他是过得丈夫儿不愿，管他长远，不长远。万
母亲，阿玲啊，小姑娘都不肯听，还不干活，啊，不会听在了。母亲，姑娘不起倒霉，女儿他一定会听的。娘不起倒霉，起呀娘，不起起，不起怎个不起？不起不是说不起呀。好，一把。母亲不听送龙魂，府中状元也王孙。就在一声空叫喊归山空，了心愿。阿玲啊，侬要做啥去了？做武上去，哎呦，武上做不得个，我要去。做不得个啦，做不得个，那么能去？不去娘去。那么，让我去倒倒霉看啊，就开啊。嘿嘿，嘿嘿，嘿嘿嘿。15多年，风风，我个心乖，宝贝呀！话你要听哦。那侬自家来啊！叫上媳妇。新闺女，宝贝女，阿玲是我个孙新女，15多娘侬是我个孙辈女，孙新孙辈都是肉，老太婆杀不得那两配牛。媳妇啊，侬心宽宽，欺负啊呼，也得媳妇来听不？阿玲从前亏侬难为今朝，现在是来认错，侬可以回到西，也回到东。家苦的归的是红啊呼，媳妇侬三番百里，已是状元，最主要去武上都，该种是叫银丝包啊，一两媳妇如何结果？听众步步接风关，高明夫人与侬做，我为兵一满老阿婆你何必苦苦相劝我？夫妻不世间有，比我不明不白受折磨媳妇传宗病，多亏你婆婆相救呀我。婆婆啊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哦，只好顾问你老婆啊婆。媳妇侬是一两方针的一个，做一路来两一路，千处万处是阿玲处，我步步带侬总白处。媳妇今朝
欺负我一个团圆落马虎，媳妇弄啥饭听夫妻话啊，我各位人家用结果，树林雨水要担领，还待我步步要人难走。二零四行事作为要见面路，王家后代要断相顾，岂不是要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你只管做什么不？媳妇啊，侬哪个人情举步步？水下风光夫妻啊，媳妇啊，我愿他夫妻哟，不情愿，一座山堂红红爱玲啊，今朝啥要夫妻？那是非侬状元为第七人名那怎么可以啊？我们的对名状元，天子名声，怎可以下跪呀？啥个天子名声了？辛苦状元，老婆都要不入风嘴，不可以。切，不可以呀！娘，切，来，这蒙古呀呗，儿参前，好哥好听公路的娘原谅。二位亲家，儿堂备得有酒，请。啊，娘子，啊，下官之下有礼了。你看。